當部車用得耐嘅時候，就會需要更換爭口。使用 Permatex 太陽牌爭口膠就唔使擔心買錯 size， 因為你可以即場自製最合適嘅爭口。眾所周知，化學爭口膠雖然黐得實，但拆嗰陣又麻煩又嘥時間。但依家已經冇咗呢個問題啦。作為深度汽車 DIY 愛好者，我會揀全新 Ultiman 易拆爭口膠系列。佢嘅用法同其他爭口膠冇分別，但性能表現超越其他同類產品好多。一共有黑色、灰色、紅色3種配方，輕鬆應付各類密封需求。通過完全填充罅隙同凹槽，達到高強度嘅密封，確保全面覆蓋。拆除嗰陣，輕輕敲打接合位，等接合位鬆動後，就可以自然分離。徒手就可以將已撬鬆嘅爭口成塊搣走，簡單又輕鬆。Permatex 太陽牌 Ultiman 易拆爭口膠，密封性能同傳統爭口膠一樣，耐用性亦都拍得住整件切割爭口。以後唔使再嘥時間又撬又刮殘留嘅爭口，實際清潔時間縮短咗90%。專業貼士：施工時如果唔小心整咗啲膠落螺絲孔或者油到裏面，噴啲脫脂劑，再用紙巾抹走多餘部分就得。全新 Ultiman 易拆系列絕對係市面上最頂尖嘅爭口膠產品，無論用咗幾耐，喺下星期定5年之後先拆，佢嘅易拆程度都保持不變。專業貼士：如果支爭口膠有剩，想留下次用，擠多少少出管口，形成端塞就得。下次再用嗰陣，搣走個端塞就可以直接使用。無論你係專業師傅定 DIY 愛好者，想了解 Permatex 太陽牌易拆爭口膠全線產品，請瀏覽 permatextraining.com 平台，亦提供點揀同正確使用爭口膠等培訓課程、網上研討會同更多資源，而且完全免費開放。下次需要用爭口膠嗰陣，記得揀呢款易用易拆嘅 Permatex 太陽牌 Ultiman 易拆爭口膠系列。過8年嚟，Permatex 太陽牌一直為汽車維修市場研發創新產品，由專業團隊打造，專為專業需求而設。